佢從啲咩產品度嘛？你講好多啲氹句説話咧係冇用嘅，係啊，先生你真係你真係肥得嚟好大隻啊！呢啲咁樣係啦，真係冇用啦！哇，今日真係識你啦，真係你都見如故喎，呢啲係完全冇用嘅，係啦，對 ST 嚟講咧就係好實用，因為要好熟嘅產品嘅製造啊、比較啊，譬如話你買啲運動錶咁啊，係咪啊？咁好多款噶嘛，你真係唔熟啊，咁你嗰個人就要係喎，呢度有個咁嘅森林仔幾得意喎，係佢係多啲咩功能，少啲咩功能咁樣。試下咯，唔得咪翻轉頭咯。係啦，所以就你講得清晰咯，係啦，咁所以成件事咧，其實咧就係即係解釋到講到個產品係點樣。但係 ST 係咪真係明？明。係咪佢真係知道？佢哋最終其實老實講咧 ，ST 通常之前自己都做咗研究㗎。係啦。然後佢再睇下你有冇啲補充，有冇藏，係咪有啲嘢講到佢唔知，嗱咁佢就信你㗎啦。呢個就係私品度㗎嘛。哇！咩跌落嚟啊喂？第二嘅就係話係實際嘅。龜痛嘅，跌支樹枝落嚟啊！就算佢幾中意，我真係問一問佢，就算有中意嗰個人咧，收得佢幾親切幾程度，但係嗰樣嘢佢真係覺得唔需要，或者你估佢買唔買？就唔買啦。但係頭先你係買喎。喂，側邊好啊，呢度前啲好啊。好啦，好，係，我明，係啦。嗱，所以咧，我今次轉少少個，今次咧我就講個SF 先，係因為我做過對比。SF 咧都仍然啲嘢咧係要實際㗎嘛，所以咧佢都仍然係要買嗰樣嘢咧，佢都要了解嗰樣嘢有冇用嘅。有嘅，我都有都會嘅。但係今次唔同 SD 嘅地方咧，佢要啲資料咧唔好明湖公園啊，太實，係啊，因為太長篇大論咧，其實唔明嘅。係啊。咁要一個人性化嘅介紹。咩叫人性化嘅介紹咧？譬如話而家咪有啲咩嗰啲吸塵機啊，又用啲水啊，又吸啊，好唔知幾萬度轉啊，好勁嗰啲咁樣嘅。咁你講太多數據啊，太多研究分析理論咧冇用嘅。咩物理嘅physics 啊嗰啲冇用嘅。冇錯啦，你最好香港電台新聞報導。話佢係行呢條路㗎。哎呦！早晨10點有新聞。東明大道。啱嘛？東明大道。呢度過咪得咯，睇唔到嘛，頭先睇唔到嘛，佢攔得攔住。好，得啦。東明大道。行啦。冇車。係推動公共之間係需要成本上升。呢間小表示入哇！大路大地任我行喺度。港鐵社會對垃圾收費嘅接受程度影相。雙方都出資因素。佢指出，政府仔細研究垃圾收費嘅調查結果，聽取市民同業界意見，目前仍未達成共識。李家超重申，政府半導體80個6毫半升8個5毫半，美團102個2跌6毫，紫金礦業31個9毫6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1，日元148.6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2，人民幣7.125，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45,046點，升9點。港金報35,765蚊，升44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3,859.19美元，賣出3,860.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情報嘅交通消息直擊報導。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嘅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㗎啦，而家但係比較車多。之後再同你睇翻隧道情況。走啊！
諮詢。有當地傳媒話，當局計劃引入計分制。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晝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同持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就會逐漸增多，風勢頗大，海有大浪同湧浪。中秋節及翌日天色逐步好轉。酷熱天氣加1.392，人民幣7.125，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6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日經平均指數45,075點，升31點。港金報35,765蚊，比上日收市升44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868.71美元，賣出3,869.2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交通消息直擊報導。而家由阿芒先提翻你啦，香園圍公路去管制站方向，通往私家車上落客區嘅支路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咗，經過要小心啦。仲有荔枝角道。咁所以如果嗰啲個案咧，可能好多時候都會幫親啊，有一個緊密嘅合作，去揀一個比較適合嘅一個方案啦。至於你話小朋友，亦都係啦，你有個薄血藥嘅時候，身體都有機會去到小朋友。咁有時間都有少時候，生活嘅時候，我上先啦，我慢啊。你慢慢攞到最輕波。即係處理呢一個傷勢嘅主要第一線，即係一般嚟講都係藥物行先嘅，通常都係嘅。咁如果去到幾時先反應啊？即係有冇手術嚟到處理同埋點樣處理？嗱，通常咧藥物嘅即係用途咧，我哋主要係希望咧透過抑制呢個因子啦，令到咧嗰啲血塊唔好再增多，唔好再變大。其實我哋冇用嘅，我希望慢慢自己分解。咁所以比較適合一啲咧係穩定個案啦，啲血塊比較少嘅個案啦，冇一啲急性嘅病情。咁但係調翻轉嚟講，當一啲個案咧，可能係非常大嘅血塊，非常重嘅，非常辛苦，甚至乎咧，上去屙尿先，驚佢會壞死，或者已經影響你嘅性命，個心臟啊或者個肺部都有啲衰竭嘅情況。屙咗就上唔到㗎啦。我哋需要一個手術嘅方法，盡快咧打通翻個血管，令到血流變翻好咧，對，即係令到病人唔使有啲死亡啊或者一啲截肢嘅風險嘅。係咁打通嘅方法係啲乜嘢方法啊？嗱，打通咧，通常而家我哋主要咧係用一啲叫微創嘅方法啦。咁我哋簡單嘅分類咧，我哋分做3類嘅。咁第一類型咧，我哋用一啲導管打注射一啲好低劑量嘅溶血劑令到咧嗰個血塊即時溶解。咁途中咧，我哋可以咧用一啲超聲波啊，或者用一啲生理鹽水嘅震動咧，去幫我哋將啲血塊打散嘅。呢個為之第一類啦。第二類型咧好簡單啦，仲有啲吸管吸走啲血塊咁樣嘅第3類型咧就係出沒病人講或者同我哋啲醫生同學講咧，就係好似飲紅豆冰咁樣。你幻想下啲血塊就係紅豆冰，咁嗰啲紅豆咁你點樣？係啦，咁我哋如果你話吸唔到出嚟，咁可能係一個飲管唔夠粗啦，又或者一啲紅豆太結啦，咁我哋點食啲紅豆咧？紅豆冰，我哋用個匙羹啊嘛，咁所以科學家好聰明啦。如果咁嘅情況咧，佢就發明咗，可能我哋用啲金屬嘅籃去刮佢出嚟。咁呢啲咧就可以將嗰啲血塊咧，好似呢個圖片咁樣咧，我哋見到一個 video 啦。咁好似呢度咧，我哋會伸出一個金屬嘅支架啦。咁之後咧，我哋將個支架咧向後拖行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將嗰粒紅豆係啦，將嗰啲1寸嘅紅豆咧就全部拎走晒。咁你會見到咧，喺右上角嘅圖片，佢中間嗰個咧係嗰啲肺動脈嘅血塊嚟嘅，而右邊咧就係成隻腳嘅。時地變，聲音不變。依家只要訂購商業電台節目重溫服務計劃，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翻雷霆881同叱咤903嘅精彩節目，讓你緊貼住香港同世界各地嘅最新動向而娛樂資訊。快啲成為我哋881-903會員訂購啦！1號國慶假期我哋照常營業，亦都有陳明喜帶埋全新物料嚟到我哋叱咤樂壇，聽日再見，雷霆881。
叱咤903，有誰共鳴？藝人葉乃琳歌曲傳承發跟住呢首歌咧就係華人嘅一首英文歌，咁就叫做咁佢呢首歌咧就係女仔啊女仔，千祈唔好俾呢個社會定型咗我哋，或者教導我哋有成一個既定嘅形象。呢樣嘢同我最近嘅思考影相啊！呢一兩年好多 comment 嘅感受，就係覺得點解，即係好多呢啲對女仔嘅反問，咁所以就好想揀呢首歌同大家分享。哦，滴水啊，原來。我係 Angela 袁麗琳。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嘅共鳴，只要你嘅手機 send 一個 message 去5081903，捐出5蚊支持國界醫生。此時此刻，有誰共鳴？點解你個風扇你校最細啊？係啊。我通常一開中間都5個鐘喎。係啊。而家係 B Balance 官網買 B Balance 益生菌咁多嘢啦。係呢段最辛苦㗎啦。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新聞之後將會有資分衣2點。食安中心提醒你，食盆菜之前記得要徹底關掉，多盤越大，關掉所需嘅時間就越長㗎。叱咤903，哇！新聞報導。上邊啊！依家有報及你報道新聞。打鼓嶺有旅遊巴懷疑因為車身過高撞向天橋底路牌，導致11人受傷。涉事嘅旅遊巴載住40幾名乘客，中午12點幾沿連環公路行駛，當駛至香園圍口岸附近時，懷疑司機錯誤駛入近方2.4米嘅私家車停車場通道，旅遊巴上方撞上一條行人天橋嘅底部，車頂部分被封開，2名68歲同77歲嘅乘客頸痛，其餘傷者主要係擦傷。救護員到場將傷者送往北區醫院同埋威爾斯醫院治理。現場舊年10月亦都曾經有旅遊巴錯誤駛入有關通道，引致類似嘅意外。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被警方國安處嚴刑通緝嘅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被新加坡以不符合國家利益為移交逃犯執法。一路向前嚟得㗎啦。當局就會拘捕羅冠聰同埋一路向前嚟得㗎啦。哇！你睇下2度爭幾遠？呢個2度啊，3度啊？亦都唔會得罪中國同香港。好多嘢案件，65歲前夫婦李瑞香早上喺區域法院被裁定妨礙司法公正罪成，佢被撤銷保釋，關押到8個月。5年就公告10年，對英文水平嘅。你行先啦，唔使等我啊。本身都冇犯罪記錄等要求。內政大臣馬孟婷喺工黨年會上表示，移民需要證明對社會有貢獻，多蚊啊！英國居留喺英國嘅權利，當中包括喺工作、國民保險等方面嘅貢獻，並回饋社會。稍後會展開諮詢。呢節新聞報道嘅。過去1星期903播得最多嘅一首歌，係39週903冠軍作品。監製、作曲、編曲 Every Wong， 填詞林若寧 ，MC 張天賦冠軍歌東邪。你係咪上先？明星帶頭相啊！
可以嘅。等埋 Frankie 先 ，Frankie 得。佢點你上去，佢唔知上唔上嘅喎。我 feel 咗係咯。所以陪阿古仔吹下水先。可以可以。打翻張靚卡，係咪有啲咁嘅過癮嘅路啊？我覺得好過癮啊！覺唔覺得過癮啊？你哋過癮，一啲你可能諗都冇諗到有條咁嘅路可以穿越嘅。唉，睇下先，唔係好難踩啫，呢條爬坡路，下邊我都到啦。上一段一段平咁冇乜嘢，冇乜嘢嘅，呢啲路我都話你哋 OK 嘅。不過熱嘅天氣踩，你會覺得辛。嗱，呢個唔知話係公廁，但係前面有一度有個公廁。呢度唔係咯，前冇幾耐㗎啦，前冇幾耐㗎啫，前面冇幾耐㗎啫，係啊，前面冇幾耐嘅。食完個 lunch 翻嚟，有支筆煙。呢度有個石頭咧，不過都冇乜值得自己上，呢個位都唔10月至次年5月为森林特别防火期，森林防火期为禁火区域，不用对一次野外怒火。任何单位和个人受到影响，好正啊！正。不得弃置。呢個男定係女先睇先嚇？而家呢個係男嘅。呢啲好似打歌地方咁，有波車㗎啦。呢度真係要上樓梯啦。又冇所謂嘅。喂，靚景先。嗰邊一個，呢邊一個。去遠嗰邊先啦。好。快。
走咗啦！飲命水啊！你哋喺度飲命水啊！先抽先啊！哇，靚喎啲殼喎呢度。唉，衰咗有支監控喺度，唉，邊度似啊？有支監控咩？有支監控喺度。先邊個位？我先應該門口啊，唔好意思。係咯，唔好意思啊，唔緊要，慢慢嚟。你啲建築物啊，估啊，但係你支監控呢度變咗好現代咯。係啊，邊個話我遮唔到？遮唔到啊！你要影啊呢個窿你就遮唔到啦。啱啱估 Sir 喺度，誒，等佢就開始，誒，搞掂。入邊仲有大把亭台樓嗰邊影啊。行去咯，唔睇啦嘛？你影邊個？喂，嗰邊有景喎。係啊，嗰邊有石景啊。嗰邊有景啊，嗰邊。石陣。這一秒，新一秒，即測903。細茶可降低大腸患疾風險。3點。係咁，咁係咩嘢嚟嘅咧？我中意食油麵嘅，咁所以咧，如果油麵成個都去嘅話咧，其實要哇，冇乜水啊，冇乜水啊呢個。水轉先嗰度拍㗎。正啊！好正啊！咁就好似冷麵咁，凍冷麵咧，係咯，如果你有機會嘅話，下次再興工就向我講。我哋仲正興咩工咧？我哋咩工要興？哎呀，咩青年嗰啲咪得咯？係同埋啱啲嘗試。哎呀，要做乜？哇！呢條避雷針啊！你俾手勢我哋啊！哦，啱啊！過嚟喎！落得。過嚟！各位，過嚟啦，各位！最新嘅查案核實
放心落。好，唔該你。放心落，放心落，快啲放心落。攞先啊！落咗去下邊調低先，轉左。哇！呢個咁大隻字喎，使唔使泊晒啲車喺度啊？我哋好啊，好啊，好啊。跟我哋一算啦，就咁啦。得唔得？人會細粒啲喎，但係我攞大啲嘅鏡頭先。你架機應該靚啲啊，阿條咁。企入啲。咁樣影到個水。啱啱。得。但好暗啊，背光啊。我再攞大啲仔得唔得？係。我同你影。擺咗啲車，我影一張淨係影車嘅，唔係淨係影，我影一張淨係人淨係車嘅，大家拎到，大家行入嚟，即係影到人都冇啦，黑掹掹，我最影嗰啲係啦，得啦，擺低啲車得啦，擺低啲車，擺落排啲車先，唔係我唔擺，我影咗張圖，得啦，嗱人唔影下，淨係影車，我影一張嘅啫。開啊！好滾啊個人。有冇嘢啦？有。我諗個人有40度啊。係嘛？犀利。唔係我又 OK 喎，有啲風吹下 OK 喎。好多嘢食啊！綠豆沙，點講綠豆沙咁喎？綠豆沙3蚊喎，咁抵嘅。哇！轉頭又2蚊沙，我喺度上波啊！大家落個香波啊！唔係好難揀喎。啊！釣魚定餵蚊啊？釣魚嚟嘅，個釣魚場。哇！點啊？轉定個波咯。又跌咗啊？唔係啊，轉定個波啊。哦，咁麻煩。我起唔到步啊。起唔到步啊，唔轉波。拍賣係一種人類社會特定嘅商品交易方式，通常會以競投嘅形式將產品轉售俾最高嘅應價者。梁子，歡迎大家嚟到轉生拍賣，我係今日嘅拍賣。競賽啊！呢個計數機咧，一打開見到嗰個數值，
就係你哋上嘅世積落嘅陰德種，你可以用佢嚟投標。阿哥、阿玲，即係我唔見你攞出嚟呢啲咧，冚唪唥都係好鬼實際嘅，唔興奮啊，唔覺得哇正喎！係啊，真係㗎，死啊！前面4個，後邊3個咯。呢啲係咪豆苗啊？邊個啲似豆苗啦？呢啲都好似係啊。散啊！呢度咧，你2、3點過嚟咧就油菜花。正式嘅咁嘅電話。而家啲稻米，而家種咗啲稻米啊！呢一個用地址1950年代嘅，咁咧係美國骨科醫生醫學會主辦嘅。嗰陣時咧就點解要整個咁樣嘅叫脊椎小姐比賽？除咗一嚟係選美，二嚟係要宣傳咧賺錢。向人才。咁得意㗎？其實唔應該摘完花㗎，有啲咧會摘咗人啲花。房時間嚟到晚上嘅6點08分，又有嘉賓。嗱，嗰陣時我嚟咧就好靚啊，開花好高嘅，而家做乜謝咗落嚟啦？呢啲可能啲種問題。係有林啊，有林俊。嗱，啲演員隻手喺呢度，好平有開啦。因為天黑啦。